Hello，大家好，我係 Driver Sir。香港小學每星期都一定有音樂堂同視藝堂，而且好多學校都會有專科嘅老師任教。但如果你以為英國小學更加重視藝術發展，咁你可能會大跌眼鏡。因為根據我過去幾年喺幾十間英國小學代課嘅經驗，音樂同視藝反而可能係全校最唔重視嘅科目。甚至有一次我上視藝堂，見到出版社提供嘅教材之後，真係嚇到我目定口呆。究竟英國小朋友平時係點樣上音樂堂同視藝堂呢？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親身見到嘅真實情況。首先就講下音樂堂，香港好多小學都會有具備音樂背景嘅老師去教授，閒閒地4、5級琴就基本，有啲甚至考獲8級甚至演奏級。但喺英國小學，大部分音樂堂其實都係由班主任直接教授，而問題係大部分老師本身根本就冇接受過正式嘅音樂訓練，因此上堂內容多數都係完全依賴出版社嘅教材。老師只需要打開電腦播放教材附帶嘅音樂，小朋友跟住唱歌，咁就完成一節課。低年班通常就由唱歌為主，教材已經準備好晒伴奏同人聲兩個版本，老師只要按需要播翻相關嘅聲帶，再帶學生唱下歌，有時加下啲動作，咁就得噶啦。至於高年班，偶爾都會接觸下啲簡單嘅樂器，例如鋼片琴，同學會跟住教材上嘅音符標示學習下敲擊嘅節奏。但老實講，如果單靠學校提供嘅音樂堂，我認為小朋友其實根本都冇學過音樂知識咁滯。但我亦都有見過有學校係比較重視音樂教育，會聘請外來嘅專業音樂導師到校教嘅。我曾經去過一間學校代課，我上音樂堂嘅時候係將啲學生直接帶去禮堂，由一個外聘嘅專業音樂老師帶領。有一次更加接觸到非洲鼓嘅課程，由老師帶領之下，小朋友就透過一啲節奏嘅活動合作表演去學習呢一個非洲鼓。呢類嘅課堂無論氣氛內容定係教學質素都明顯比一般課堂豐富得多。不過講到呢度，可能會有家長話唔係喎，我見到英國學校成日都有啲咩小提琴班啊、鋼琴班、吉他班咁嘅喎。呢個的確冇錯，好多英國小學都會安排外聘嘅音樂老師有效教授樂器。最常見嘅會有小提琴、鋼琴、吉他，部分學校甚至會有木管樂或者銅管樂嘅課程。不過大家要留意，呢啲其實唔係正式嘅音樂堂，係要額外收費，而且上課時間通常都非常短。我見過有鋼琴班一星期只係上15分鐘，小提琴班可能長少少，但好多時候都一個老師同時教3至4個學生。換句話講，一堂30分鐘嘅課堂，平均每個小朋友真正得到老師個別指導嘅時間，可能只係幾分鐘。更重要嘅係，導師質素其實非常參差，有啲老師的確非常專業，小朋友進步得好快，但都有部分老師只係按教學進度完成，其實效果都未必理想。所以如果純粹依靠學校提供嘅樂器班，我覺得要培養小朋友高水平嘅音樂能力，其實就冇可能嘅。正因如此，我認識唔少英國嘅家長都會想小朋友認真學習音樂，最後會另外喺課餘嘅時間安排私人嘅樂器班。所以總括而言，如果單靠英國小學提供嘅音樂教育，我絕對認為未必能夠建立一個好嘅音樂基礎。不過講到資源不足，其實音樂堂都未係最嚴重。如果要我揀一科最唔受尊重嘅科目，我反而會揀視藝。同音樂堂一樣，視藝堂大部分都係由班主任任教。我暫時未見過有小學聘請專業嘅視藝科老師去教授，而且課時亦都相當有限，一星期都未必有一節。好多時教材都會以藝術家作為主題，老師先介紹某個藝術家，再要求學生模仿其作品嘅風格進行創作。呢個方向本身就冇問題，但由於大部分老師都缺乏專業嘅藝術背景，有時候教材設計亦都未必配合，結果往往令課堂效果大打折扣。我曾經遇過一堂 Year 3嘅視藝堂，個教材竟然要求學生利用透視法跟住一個 YouTube 去繪畫一個街景，包括建築物、行人路、消失點等等。老實講，唔好話8歲小朋友，嗰個咁嘅 YouTube，就算成人跟住都未必做到佢嘅效果。結果可想而知，大部分學生都無從入手啦。
但以上都未算係最誇張，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一次係一堂用水彩繪畫風景畫嘅課節，成個教學 PowerPoint 都係由出版社提供。當我打開嘅時候，我以為自己睇錯，成個 PowerPoint 係冇任何一段嘅示範影片，得幾頁嘅簡單說明。最令我震驚同埋憤怒嘅就係佢裏邊嘅範作。老實講，嗰幅咁嘅範作，你話學生作品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係出版社正式教材提供俾全國學校參考嘅範作，我就真係覺得不能接受，離晒大譜。因為作品嘅質素實在太差，根本就連基本嘅示範作用都發揮唔到。另一方面，學校提供嘅水彩顏料幾乎全部都係混成啡色，畫筆就殘舊不堪。學生用嗰本畫冊都係普通嘅紙，本唔適合水彩畫嘅創作。結果我就臨急臨忙，即刻上網揾翻一啲相關教學水彩畫嘅片段，再一步一步示範俾學生睇。經過接近1個鐘頭嘅努力之後，班上面終於有幾位學生完成咗一啲都可以接受嘅作品。睇住學生最後完成嘅作品，我反而更加肯定一件事，其實問題從來未必係啲學生冇天分，而係學校根本冇投放足夠嘅資源喺藝術教育上邊。其實除咗學校之外，我自己仲有一個幾深刻嘅體會，因為我嘅女本身都幾中意畫畫，所以我曾經想幫佢揾一間比較正規嘅畫室教佢哋畫畫。但當我正式開始幫佢哋揾嘅時候，先發現原來真係唔容易。我哋住嘅已經唔係偏遠嘅鄉下地方，而係一個人口唔算少嘅城市。照道理應該有唔少課外活動嘅選擇，但揾咗好一段時間，竟然發現附近冇一間專門教授小朋友畫畫嘅畫室。如果喺香港，相信大家就咁行落街啊，已經有唔少呢類嘅畫室啦。好彩到最後都叫做揾到一間，但係都要揸成半個鐘頭車去另一個嘅市鎮。當然我唔夠膽講全英國都係咁。倫敦或者一啲大嘅城市情況可能好好多，但至少以我自己居住嘅地區以及過去幾年接觸過嘅學校嚟睇，我的確感受到英國社會對藝術教育嘅重視程度似乎冇大家想象中咁高。好多人都以為英國教育應該特別重視創意同藝術發展啦，但經過呢幾年親身嘅經歷之後，我反而覺得英國小學更加重視小朋友喺社交能力、情緒發展、自信心建立同埋自主學習嘅能力。至於音樂同藝術，喺唔少嘅學校入邊，其實反而只係一個比較次要嘅位置。唔知你哋嘅小朋友平時上音樂堂或者視藝堂又係點嘅呢？歡迎留言分享。如果中意今次嘅分享，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我係 Driver Sir，下次見，拜拜。